台湾中视中心总会伫全台总共有11个分会，为了凝聚总青的力量，每一届拢会举办理干事会议，弘扬祖德。台湾中视中心总会因为看到大台南中视中心会的活力，所以特别将第3次理干事会议移师到台南市举办。这一次我们在台南来举办我们的第3次的理监事还有这个顾问的这个联席会议。那在这边大家很中心很热心的来参与。那尤其是我们的台南大台南张氏中心会又极力的来帮忙协助来把这个会来做的能够尽善尽美。那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大台南算是成立就去年12月18号来成立的那个时候刚好我要下任之前是12月26号他说为了要给我面子要把这个成立赶上那个我要下任那个12月26号，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台南做得很好，成立很成功所以大家都很认同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我们理事长第3届，他觉得我们大台南是非常成功，我都觉得这次来开这个第3届第3次的理监事会就来我们大台南来开我们张氏中心会聚在一起的目的呢，就是要弘扬祖德，所以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孝道。所以在这里呢，除了荣誉总会长给我们的一些勉励之外，在这里呢也很感谢所有的乡亲，从全国各地的，有从花莲、台东的来到这里呢，一起来呢讨论这个会务。那相信呢，今天呢这个会务呢，一定可以呢，在大家的讨论之后呢，张氏中心会能够更上一层楼。这届虽然是总会首次在台南市举办的大型会议，不过看到现场的规划以及活动的盛态，相信未来会有真侪中心活动，因此会选择在台南市举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